由百城机械甲台湾烘焙产业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第2届百城英雄联盟新品发表会，结合联名的精英团队，有德麦、丰盟、东方酵母工业舒适会社、电管物料的大厂，并且借重南桥优质的大力支持，提供技术方面的指导，共同为客户展示市场流行的产品。大家分享的是爱上梅果饼。那么这个产品呢，我把它取名是什么？这个生活休闲的伴手礼啊。饼的内容呢，我们分3个这个步骤来跟大家做报告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第1个层呢是这个表皮的部分，那第2层呢是这个水果豆沙馅，第3层呢是梅果馅。那么这3个组成呢，这个我们把这3个这个不同的层次。现场出席的除了联名的厂商，包括整合顶的油的米粉、油脂、馅料、甲包材等大厂，还有台北市糕饼商业同业公会、甲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等。现场并且展示研发的各种多层次的糕点，有贝果以及冷冻食品、包仔、甲18做的汤包等产品，丰富的展演内容。起面糕饼甲冷冻业者前来，场面盛大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